CP 值極高嘅 omakase 體驗，同埋彩虹一樣咁繽紛嘅靚餡餃子，仲有呢個係正宗台灣風味嘅牛小排拌麵。以上所有嘢都可以喺永利皇宮嘅福樂亭享用到㗎。喺呢個高級優雅嘅環境入邊，一站式食勻晒全亞洲嘅人氣名店啊！首先嚟到超人氣新派日料資政壽司，人均600左右就可以食到廚師發辦，所有嘅食材都係飛機貨直送。一邊欣賞大廚手握壽司嘅功夫，一邊品嘗各種刺身。呢個超低溫飄雪鵝肝配吞拿魚魚腩，真係入口即溶啊！然後專場去到呢個小半徑餃子，試一試呢個勁味十足嘅七彩餃子啦。黑豬鮑魚拼火鍋牛肉餡，西葫蘆雞蛋拼西紅柿雞蛋餡，食餃子食到開盲盒咁都係第一次啊！同時呢碗湯濃肉香嘅刀削麵，再加埋呢個炸到外酥裏嫩嘅牙籤羊肉，都值得試一試㗎。再轉場過到嚟福樂亭嘅中庭入邊，呢度可以食到各地嘅人氣美食，連米芝蓮推介同埋必備等推介都有。想食台灣風味嘅門前引味牛肉麵嘅奢華台式牛小排拌麵，麻辣半斤半肉麵就幫到你啦。上等嘅牛筋同埋牛腱配埋呢個秘製嘅龍汁，每一啖都香濃上癮啊！由永利自創嘅烘焙同埋茶飲品牌魚豬魚包，更加聯成埋呢個香港嘅人氣名店媽咪雞蛋仔，呢個原味同埋伯爵茶味嘅雞蛋仔，強烈推薦。仲可以搭配埋佢哋嘅珍珠奶茶同埋奶蓋抹茶，或者呢個水果杯享用㗎。除咗以上之外，仲有東南亞風情嘅涼嘢杯薄餅，328嘅白貝辣沙，醬燒原條鰻魚配宮崎 A5 湖牛丁式，天天無骨海南雞平燒雞，永竹潮汕魚粥。呢一餐我真係飽到上心口啦！上一次過食晒18大頂尖嘅亞洲餐飲品牌，永利皇宮嘅福樂亭總有一間啱你㗎。